还是觉得快餐好吃。贱。我觉得味道不错，而且他连你爱吃胡椒粉的事儿都知道。靠谱。啊，吃美了，吃美了。哎，你俩还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4个人抢饭吃呢吗？哎呦，我当然记得了，就属闪闪最猛了，比那男生还能抢。哎呀，好汉不提当年勇啊！女人越猛越苦逼，个个都当男人使。还是可风你有先见之明，一毕业就把自己给嫁了，好吃好喝的多舒服呀！结婚有什么好的？你们没听说过吗？结婚对于一个工资够用又没什么性欲的女人来说，完全就是没意义。结婚之后家务翻2倍，生完孩子之后家务要翻4倍，这可以说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冬眠，我看你是羡慕嫉妒恨吧？自己婚姻不幸福，还要嫌牛肉面里没牛肉，老婆饼里没老婆。哎，珊珊，以后你要想吃牛肉面，我天天给你做。我们多放牛肉，少放面，吃多了牛肉劲儿。要不珊珊，谈谈你的初恋吧。对不起啊，那是我的隐私。要么我谈谈我的，我的第一次对不和……起，那是你的隐私，我们没有人愿意听。啊，那个帅帅哥，我们还有很多配菜都没准备呢，要不你现在出去采购一下？现在啊？还有很多的香料没准备呢，都是闪闪最爱吃的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我真想一把掐死你！干什么呢你？我什么我？你跟着我干嘛呀？我是担心你不安全。我有什么值得你担心的呀？你说说，城市走婚的通关规则是什么？啊，我记得首先要有心仪的求婚，然后要隔离式的交往。什么叫隔离式交往？哎，闪闪啊，咱们现在已经是男女朋友了，我毕竟想多了解你一点啊。你说咱们这么隔离，和陌生人有什么区别呀？帅明亮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已经违反规则了。这是最后一次，要有下次，咱俩就终止走婚。闪闪，你练什么神功呢？这是？哎呀，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，都怪你！哎呀妈呀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哎呀妈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啊！谁让你把帅明亮给弄来的？我就说嘛，不可能是因为我。再说人家帅明亮才来多久啊，就把你折磨成这样了？你看你这表面上就像个女汉子似的，内心就像一薄脆饼干，你咔嘣一下就折了，也太脆弱了吧？不是我脆弱，是他屡次破坏我的规矩。好慢。
一直好卖。酒品见人品，好人品。痛快。一直痛快。有酒量，生活才有质量。下来呀，咱们就不要再喝了吧。我一喝多我就写诗，啥正事也干不了。是啊，那多好啊！看不出来你还有诗人气质。当然必须有。哎，咱们还是真的不要再喝了吧。白酒当刷牙，红酒当品茶，这才第一轮，怎么了？我怕李白斗酒诗百篇，我喝酒从来不断片。不断片赢了。好，来，来，干！你说，哎，帅大厨回来了没有？我这还等着他试菜呢。他回来了，但是好像又被雷总叫走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坏了，珊珊，我还是挺能喝的吧？我不但能喝酒，我能写诗，还能吃辣椒。这王八蛋怎么这么能喝？知道你是在考验我。来，我们再喝一杯。小王八蛋，我跟你拼！你简直太有实力了。帅明亮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我深信，一定有一个男人，是为了受我的折磨而来到这个世上的。那个人就是我。珊珊，我要为你写一首诗。